聯邦自由黨4名內閣部長宣布將唔再參加下屆聯邦大選，預計總理杜魯多將再次重組內閣。鄺心如報導。聯邦政府又有4名內閣部長表示將唔再競選連任，包括安省南部聯邦經濟發展部部長塔西 Philomena Tessie、稅務部長比博 Maricold Bibo、體育部長夸爾特羅 Carla Quattro 以及北方事務部長范達爾 Dan Vandal， 佢哋都喺2015年嘅選舉中當選國會議員。消息人士話，佢哋將喺未來幾個星期嘅內閣改組中被解職，而改組日期尚未確定。之前勞工部長奧里根 Seamus O'Regan 同運輸部長羅德里格斯 Pablo Rodriguez 已宣布唔再競選。據統計，截至目前，自由黨黨團中有24名議員唔打算尋求連任，咁並不包括自上次選舉以嚟辭職嘅7名議員。民調顯示，保守黨嘅支持率領先自由黨近20個百分點。總理杜魯多正面臨黨內壓力，部分議員正在組織簽署促使杜魯多辭職嘅文件。佢哋會喺下個星期於渥太華舉行嘅黨團會議上對杜魯多施壓。